相約摯愛另一半食飯咧，其實咧係一個學問。咁啊，地點要好啦，嘢食仲要好食，但係最重要咧就喺嗌餸嗰方面。嗱，而家我坐喺度咧就係尖沙咀嘅 Sabatini， 裝修啊，所有各樣嘢咧，全部同意大利嘅總店一樣。只不過你喺嗌餸方面，如果你識得嗌我面前嘅呢碟炒蛋多士咧，你就真係好嘢啦，因為呢個咧係 out of menu 嘅餸嚟㗎。咁啊，炒蛋多士，你咪以為淨係得牛奶公司先好食㗎？呢度嘅炒蛋咧，個雞蛋用正意大利雞蛋，足足2隻蛋，快手炒，啖啖圓滑有層次。食過咧，你嘅伴侶一定跟你乖乖地翻屋企。嗱，我幾時都話啦，睇 Face 雜誌跟到 Michael， 包你有運行，我唔客氣啦。